香港人生活壓力大，成日都瞓得唔好，唔知你有冇以下症狀呢？晚晚鼻鼾震天，不停屙夜尿，返工返學冇精神，頭痛兼易燥底。如果有嘅話，你就可能有睡眠窒息症。香港嘅男士每25個就有一個，女士每50個就有一個受睡眠窒息影響。唔好以為好少人知，但其實有1/7嘅人係好大機率有病而不自知。如果患有睡眠窒息嘅話，患上心臟病嘅機率會提高2至3倍咁多。咁你又知唔知道睡眠窒息係乜呢？睡眠窒息症係一種睡眠障礙，瞓覺嘅時候，上呼吸道肌肉過度鬆弛，氣道阻塞，呼吸暫停，一晚可以發生幾十到幾百次。當身體內血含氧量下降，細胞就唔可以正常運作。當身體進一步缺氧，心臟為咗要補償返，會加速泵血，血管、心臟比日間負荷更大。長期落嚟，患者可能增加患高血壓、心臟病、中風等併發症嘅風險。你又瞓得好唔好呢？想知多啲嘅話，就掃呢個 QR code了解更多啦。